好多人見到香港嘅護理價錢，第一個反應就吓咁貴。但係你真係去過香港一趟呢，你就會發現唔係貴啊，只係生活水平唔一樣咋。到底差喺邊度？我講3個最真實嘅例子俾你聽。第一呢，內地上門護理好多係識幫忙沖涼、餵飯、陪護、翻身就可以翻工噶啦。但係香港唔得喎，香港咧要識得一套標準，就係咁對呢個人嘅安全負責任。因為老人家咧最怕咧就係啃親，同樣咧係餵飯喎，一個就係餵飯，一個就係餵得安全。你覺得邊個值錢啲咧？第二，內地睇動作，香港睇細節。我同你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啊，我只係講餵一口飯啫。內地咧好多護工習慣係一口一口飯咁樣餵，食到就得啦嚇。但係香港咧有要求，而個要求係先觀察佢吞咽，再睇佢嘅坐姿，同埋佢個頭有冇惡高，因為惡高會啃到喉嚨，唔可以食得太快。第三，內地上門護理咧，更多係喺呢個照顧生活方面啦，陪傾偈啦、執床啦、協助去廁所啦。香港除咗呢啲咧，更加關心嘅係防止跌倒、防壓瘡啦、走失嘅情況啦，或者防止佢情緒失控。唔係你願唔願意幫忙。香港嘅邏輯係我俾錢你，唔係為咗幫忙，而係為咗一份安心。所以香港嘅護工啦，上崗之前要學咩呢？點樣扶人唔會跌倒啦？點樣沖涼唔會冷親啦？點樣食飯唔會啃親？點樣翻身唔會壓傷皮膚？老人家突然之間唔舒服，要點樣判斷？呢啲係必修科，我以上講嘅只係一啲好少嘅部分，而內地只係睇做咗定未做，同埋做咗啲乜。呢兩者嘅價錢呢，點可能一樣呢？一個係做嘢，一個係管理風險。風險越細，家屬咪越放心咯。價錢當然會高咗少少啦。內地呢嘅做法係照顧，香港嘅做法係安全性。照顧好多人都識做，但係安全先至係最貴㗎。